你安尼那阮吵咧，安尼哪行，伊啊讲啊，足奇妙的啦！伊讲哦，恁这教会有神呢，恁这教会做灵社的呢。啊，是安怎会安尼？伊颠倒佫会当讲话，啊，并且无着伤，啊，佫讲咱教会有真正有神，啊，这是到底是啥物原因呢？我嘛是真正傻无。啊，我昨下就我明仔等下再讲。阮先搭插来教会内面，摕一个椅仔互伊坐好了，讲好。啊，到底你是安那会安尼讲呢？伊讲他拄啊我安尼伫车后壁，伊安尼车头交过的时阵你后壁连安尼交过的时阵伊发现讲，敢若有物件浮起来，安尼对伊身躯飞过安尼啦。啊，所以伊完全拢无去交着安尼。所以伊感觉到讲，虽然车这尔重，头顶佫坐着人，但是该交过的时阵，伊感觉拢无啥物特别的感受，就对啊。厝边隔壁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因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好朋友恁好，今日搁伫空中和大家来见面。今日戏团真欢喜咱来到台北这个新北市的3林埔的这个所在的义中教会，要来采访义中教会的陈信义执事。咱请执事甲咱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信义执事是义中教会执事，戏团伫遮的时阵嘛，对小弟真大的这个照顾。咱今日就要来听伊生命的这个故事。伫做兵伫训练中心有这样大的恩典，落部队了后，毋知有啥物更较美好的见证会当向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无？其实落部队了后，迄个时阵大家咧抽签啦抽签的时阵。大家拢安尼足惊去抽着即个金马奖结果感谢主，我无去抽着金马奖，我去抽着即个工兵学校啦，伫个高雄公山的即个工兵学校去遐受训，后来才知影讲去遐受训3个月了后，要来做班长的啦所以讲迄个时阵就去到工兵学校方分发到的。就是做即个工兵啦，咱一般咧讲工兵，一般咱有即个步兵嘛有即个陆军啦，有海军啦，有空军啦，我是步兵内面的工兵工兵。工兵其实有2种，一种是工程的工兵，就是专门咧去各种工程的啦，咧去飞机机场啦，去即个水坝啦，我所属的是即个战斗工兵啦。战斗工兵我来介绍一下战斗工兵爱学的物件。首先伊爱学10外种的即个拍甲。这锁
你要安怎拍键吼，拍什么键吼，拍啊每一项键拢有一个名称啦吼。啊，但是吼我记忆歹，我到即阵拢袂记了了啊。敢若即马敢若会晓拍4键尔。好，感谢主，这是个技术啦，做幽默的吼，就拍4键，咱每一项拢会晓。吼，安尼长期都要好好啊来训练。对，啊而且拢够有考试哦，咱搁爱考试，考试也无入格，都袂当通过哦。对啊。哦，啊，过来就是讲爱用各种的炸药啦，啊，所以这个炸药吼，林捌10外种的炸药，啊，每一项的炸药，伊要安怎安装，哦，啊，互伊爆炸，啊，要安怎安装，要安怎去来拆甲互伊无法度爆炸，安尼，这拢爱学。啊，过来就是爱去林捌各种的地雷，哦，就是咱迄个战车吼，若来要来带你攻打的时阵吼，你爱带迄个地雷，啊，伊若去到着地雷就会崩安尼。哦，所以爱各种的这个地雷，你拢爱了解啊，知影安怎去安装，哦啊，知影讲安怎去甲拆落来安尼。啊，其中佫有一项就是爱架这个桥。你比如讲战车若经过一个经过一条河啦吼，啊伊无法度直接驶过嘛吼，啊工兵你都爱负责架一条铁啊，哦所做的这个桥，哦啊，互迄个战车会当真顺利对这个桥这边来驶到迄边去安尼。哦，这就是大概工兵所爱做的工课。吼，安尼讲起来，这个战斗的工兵是无简单吼，爱捌做这项代志的。吼，安尼讲起来，这拢无简，每一项工课拢无简单，并且拢做热斗的工课哦。哦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爱学的物件有够多啦。哦啊，就是有一边吼，要测验进前，就爱先试看每一个人的角色，啊，所以就开始。吼，试验吼，啊，大家拢搬铁啊嘛，有的铁啊是6个人搬的，有的铁啊是8个人搬，啊，有的较重，有的10个，有的12个爱搬安尼。哦，啊，因为小弟算较瘦，因为小弟迄阵差不多50几公斤尔，哦啊，3比8啦，哦啊，阮即个教练吼，伊拄好一个 AA 啊，肥肥啊吼，阮逐个拢叫伊大番薯啦，哦，啊，结果。伊看到我这个3条啊吼，伊拢叫我老夫子啦，哦，啊尾也看讲啊，你这个你3比8吼，啊来，你莫去搬啦吼，你来摕铁绳仔就好啊，哦，因为两块铁片要结合吼，伊顶头有一个铁绳仔，下底有一个铁绳仔，吼，拢爱靠这个铁绳仔搭两块铁片搭锁起来，安尼连接起来，哦，啊，就是安尼一直连接，吼，对这边头。哦，啊，甲一直连接到桥迄边头安尼。所以讲起来，恁是算一个团队的一个工课，吼，绝对一个人是无法度完成的。是，有阵一块铁片就重甲需要6个人、8个人、10个人，甚至12个人来扛较扛的叮当的。啊，感谢主吼，啊，会当分到这个遮轻松的工课吼，啊，所以吼，但是咱嘛是爱真用心啊吼，因为每一块铁啊甲铁啊要连接吼，咱若无连接好吼，伊就无法度来过来后一地过来连接安尼，吼啊，所以就安尼来练习吼，啊，一段时间以后，吼，咱就开始爱测验啦嘛吼，哇，因为每架一个桥吼，伊拢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吼，比如讲你这个桥爱伫个1点钟以内爱来教好，吼啊，所以讲迄个伫个测验的时阵吼，迄个咱即个教官吼，伊就时间试咧讲开始测验吼，哦，迄时阵大家拢真紧张，动作拢真紧，一直搬，一直倒，一直搬，一直倒，吼啊，迄时阵小弟是伫咧负责看即个桥的即边，啊，当然另外迄边嘛有一个咧提绳仔的吼，啊，即个时阵小弟就专门咧提绳仔咧要打迄个。生活好吼，啊，我嘛爱扮演即个指挥的角色吼。正边你即边已经倒好啊嘛吼，啊倒边即边要倒入来，哦来倒边搁倒边一寡，较正边较顶头一寡安尼吼，啊来指挥，啊好来塞入来，哦即马怎绳啊怎倒入啊就好啊安尼。吼，所以虽然即个工课较轻松，但是嘛非常的要紧哦。吼，所以因这真侪人甲即个铁片甲即个铁片要连起来进前，就是爱一个正确的即个位置。啊，位置正确了后，咱铁绳啊较撑入去了，两块铁片才会当连接做伙。是，吼是。啊，当然伫这过程当中嘛有伊的危险性哦，吼。嘿，就是因为安尼吼，所以你若指挥了无好吼，啊，即个铁片甲铁片要连接的时阵。
有当时啊吼，练5分钟都练袂起来，吼啊，所以都拄啊好有一块铁片咧连接的时阵吼，迄阵小弟已经指挥甲，拢已经做对的吼，我讲好，紧挖入来，吼，结果即个铁片吼，搬铁片的人怎大力怎塞入来，结果无想着讲伊要塞入来的时阵，煞塞歪去啦，啊，结果怎对我的正手，对我的正手怎拿夹落安尼。啊！结果我的正手吼，怎吞血出来安尼？哇，安尼讲起来足恐怖安尼吼，所以指挥正确非常的要紧，但是团队的这个默契嘛真要紧吼。所以塞正的话，就麻就入去啊，塞无正的话，可能就会受伤啊。啊，所以这过程当中，这个团队变做塞无正、塞歪去，啊，所以对你的手所甲切落去。是，吼，啊，所以血就喷出来，血怎开始喷出来。啊，所以吼，因为咱知影是测验嘛，所以咱知影讲这个时间足要紧的。啊，一个临时临家，咱嘛想袂着讲要安怎，我知影换用倒手摕绳啊。哦，是。啊，正手怎放喺迄个桥迄个河水顶头吼，啊，放喺遐，啊，迄个血吼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安尼。吼，安尼讲起来，啦，做啉来吼，啊，想讲要互这测验会当较完整的安尼吼，成绩较好的当通过安尼，所以即时你就啉来，本来用正手的，改用倒手，啊，正手呢变做吼，互伊伫水底啊，互咧血咧直直流安尼吼。嘿，算放伫水顶头哦，吼，安尼自然放松放咧，啊，互伊伫遐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你就感受着讲血一直滴落安尼啦，吼，啊，结果。过无差不多，我会记差不多无3分钟，教练吼，可能是对我特别关心啦。伊看到我的手，那咧流血，伊伫岸边就大声喊：“老夫子，老夫子，你是安怎？”我就喺搭手臂来讲哦，手着伤啦。哦，伊就讲来，你马上打转来。哦，结果转来了，伊马上吩咐班长吼，骑脚踏车载我转去迄个院区的医务室内底。哦，因为迄个要架桥的所在，离即个医务室的所在其实足远的啦。啊，像那无骑奥多摆嘛，无开车，像那敢若骑脚踏车。我毋知呢，因为敢若军中讲袂使骑脚踏车，袂使骑奥多摆，啊，所以班长拢骑即个脚踏车尔。哦，啊，但是骑脚踏车时间就会较低延去啊。是啊，啊，所以真感谢主的所在吼，就是哦，我起来岸边的时阵，啊，班长赶紧摕这卫生纸，互我的手。紧压咧，吼压掉会当止血，算做压迫性的止血安尼吼。嘿，啊，跩班长吼，跩骑这脚踏车，啊，我坐咧伊脚踏车后壁迄一个细细的所在，跩坐咧遐，吼，敢若淑女车安尼，啊，坐咧遐，啊，伊安尼，哇，啊，伊要载我转去院区啦，吼，啊，差不多这个车辆过程差不多要半点钟的时间。哦，安尼算足远的呢。嘿，吼，哦，啊，所以这个我手吼用这个。卫生纸打缀掉的嘛吼，经过差不多10分钟以后，我跩来摕开，无咧流血啊，吼，啊所以吼，我跩想讲做好奇讲，到底我的手到底受伤是啥物款吼？我跩安尼手腕扁开了吼，就看到内底有即个白的即个物件啦，吼，我跩用正手吼，用迄个手指头跩起来。望看卖，啊，咳，原来是我的骨头啦。哦吼，啊，所以表示已经空喙深甲已经见到骨头安尼。是，吼，啊，真感谢主的所在吼，是拄啊好，迄个空喙拄啊好错过即个咱的手腕的动脉，吼，对。哦，准啊是切到动脉的话，迄就不得了啊，迄血就用纸用喷的啊。所以讲吼，我突然去想着讲，哦，较早人割腕自杀。哦，原来割挂着这个动脉是遐尼啊严重啊！哦，所以哦，我沿路嘛心内真感谢主讲，哦，互我着的伤竟然无伤害着这个动脉，哦啊，就动脉的边啊，啊一直到上尾啊遮，吼啊手变开着看着这个骨头，吼啊，跩尾也去到医馆迄个所在，哦啊医馆看着了吼，伊讲吼，哦你遐大芳吼，你这一定爱天啊！你若无天吼，你以后你迄个啥疤痕吼，会有疤痕哦。啊，若天吼，你以后就较看无即个疤痕。啊，结果我来讲，我不爱天。哦，这是我做兵所留落来纪念，这是神互我的记号，所以吼我不爱天，我坚持无要天。但是伊坚持要天啦。
我坚持无爱冲出来互天啦。啊，尾啊，伊就爱打简单打包扎，讲你若吼细菌感染吼，你都莫来找我安尼。我感谢主吼，即个差不多经过2礼拜了吼，伊做紧的都愈合啊。虽然即个疤痕低的吼，但是咱看到即个疤痕吼，拢受到主耶稣的恩典安尼。是，这真就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啦，同款伫操作的过程当中，阵啊差一丝丝啊，咱伤到即个手的即个动脉。动脉啊断去也是破去哇，迄花都用钻啊要搁为迄个测验的即个现场骑脚踏车半点钟了后，才会当来到即个营区医务所的即个所在。安尼就可能失血伤济，人就可能性命有危险。但是伫这过程当中，拢有神真美好的保守，互咱知影讲神的即个恩典实在真大。过来，咱请技师继续来见证。除了伫军中有即款美好的即个体会到神的恩典以外，你退伍了后，毋知对信仰的生活头顶有啥物特别的即恩典会当向咱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无？好，感谢主其实伫咧军中内面其实抑搁体验足侪主耶稣的恩典啦但是当有一寡较细项的代志我都无讲退伍了后。伫咧民国84年，大概民国84年迄个时阵，因为咱儿童教会有一家搬去台中，阮较早怀少年的时阵，大家做伙佚佗的跩少年的大家就烧酒讲要去来看，所以小弟就驶车载着2个姊妹去到台中因兜安尼来甲因来开讲过了正。快乐的一天安尼，差不多下晡的时阵我就爱驶车要转来三林埔这个所在，沿路迄时阵其实我拢做照规矩的啦，无像即马拢驶车拢驶到迄个140、150即马拢有迄个 APP 拢会讲前有测速照相迄阵才放慢迄阵拢无迄个物件所以拢驶100拄啊好。转来时阵就拢沿路就是100公里时速100公里开始驶本来咧驶拢足顺利的经过差不多桃园，我会记得经过是差不多桃园经过一缩啊尔听到即个车的正手边的头前听到嘣一声我再问后壁姊妹讲，你有听到即个嘣一声无？伊讲。敢若有听到，嘛敢若无呢？敢若可能是迄个顶头有落石落落来去击到咱的车辆的款小弟就讲，你驶车嘛也足稳的所以就无想着讲，毋知有啥物过样所以迄当时是伫高速公路头顶。对。所以阵为台中单来到桃园嘛，差不多3/4的即个路程尼剩4/4就要到三田埔尼。但是伫高速公路顶有拄着落石的机会会较少因为咱高速公路的即个规划包括含即个山坡的即个斜度其实拢有迄个精密的算过所以落石会落到即个高速公路的路面的机会较少对所以到底迄是发生啥物代志呢？这都爱继续过来讲其实迄个时阵因为少年20几岁所以嘛拢行啦，想讲或者迄是落石拄落一块石头落来击着啦我嘛是无想遐济，转去嘛是共款时速100时速100，安尼共款安尼倒驶，差不多个40外分50分钟就转来到三林埔载迄2个姊妹转去厝的了后我才驶转来阮厝的了后我才落来看讲
即个车头前即个正手边头前到底是去互石头夹着还是安怎？哦，结果落车了后看到即个头前链啊，哇，惊一跳啊！即个头前链即个太阳已经规个烂甲规片拢倒喺涂骹啦。安那会这尔奇妙啊！所以原来他都听到嘣一声，迄就是链啊破去的声音。是，哦，是安尼哦。嘿，哦，时速搁遐尔紧，维持100的这速度。对，哦，搁继续安尼直直开单来。嘿，这做奇妙的代志呢。嘿，搁沿路你讲春三个太阳咧晒吼，减一个太阳，哪有法度遐稳？安尼搁驶转去到三林埔，搁驶再两个姊妹转去，我搁转去到厝诶了后，才发现讲，哇，原来我诶迄个轮胎哪会规个烂甲安尼啦？哦，这中间若毋是神诶保守吼，哦，这真正是无可能诶代志啊！是，哦，所以这过程当中实在是真奇妙诶，这个过程吼。太阳伫高速诶行进诶，这个伫驶诶过程当中，准也是碰伊诶话，迄其实拢做非常诶危险。咱若捌看过，有诶是，就安尼直直起，直直偏去，就冲去迄个护栏落，就冲落甲这个斜坡内面去啊。有诶就冲去边仔诶这个车道去，就含咱发生车祸啊。甚至有诶就因为是头前链破，较容易发生诶情形，就是车会并会陷。但是即次所拄到的这情形却非常的奇妙吼，车无并无险，所以佮继续真顺利为桃园开单来到三林埔，佮送2个同龄等于到厝了，佮来到教会，才发现。嘿，所以这就是做奇妙的所在啦吼。所以讲对这个事件吼，何小弟有一个足深的体验。其实神拢伫暗中咧保护咱。亲像即个戏团头拄仔讲的吼，我迄个时阵毋知影讲代志遐严重呢。我是事后咱网络较发达的时阵吼，我才去网络顶头看讲迄个高速来迄个爆胎、高速爆胎的情形吼。哇！我看足侪影片，我愈看愈惊呢。我才知影讲原来这真正是神的保守啦。若毋是神的保守吼，迄阵的爆胎毋知。可能会非常的危险。是，这就互戏团想着讲吼，圣经当中主耶稣要赏赐互咱平安啦，所以伫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主耶稣讲吼，我只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啦。一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会当放心吼，主耶稣已经赢过世界。伫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7节，保罗嘛安尼甲咱勉励讲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的确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有即款的即个体会嘛，对主耶稣遐有即款属灵的即个感动，咱知影讲伫主的内面咱有即个意外平安，就亲像即个圣经即书的即个体会共款。虽然伫真高速的即个。高速公路顶安尼咧开维持即个时速拢100，太阳崩去了，竟然保守，互咱安尼真平安顺遂倒等来到教会，嘛安尼体会到主耶稣的即个恩典过来，咱们就请即师继续来见证。见证的就是讲伫教会服侍即个过程当中有时阵嘛会体会到主耶稣即奇妙的即个恩典讲咱义中教会伫即个接送的即过程当中，嘛有一神极大的即恩典咱嘛请即师来甲咱做见证。好，感谢主伫民国9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小弟是接即个总务负责人
就是教会内面各种的大大小小啦煮食啦车辆的安排啦载人一寡老人来教会搁载转去厝的安尼足侪代志拢爱处理有一天即个聚会煞聚会煞了后咱拢有排即个兄弟轮流要来载一寡老大人转去厝的，因为有诶住泸州，有诶住五股所以拢爱载因转去咱即个兄弟全个坐好咱所有诶即个兄弟姊妹嘛拢坐好准备要走因为来领会诶即个团队伊有赛车来，所以挡伫咱诶教会车头前啦我全个来帮团队诶车来刷来边互伊通好捌裤出来伊捌裤出来了才会当载因出去嘛但是咱教会位置较特别，教会位置就是伊要捌裤出去的道边迄边遐有一个真大的十字路口遐算三段式的啦算有三段式的十字路口所以车辆足多，只要若红灯的时阵这个车辆就安尼一直撞来安尼啦所以拢爱等无车的时阵，伊才有看到捌裤出去安尼所以小弟将这个车来刷去边刷好了我就坐咧车顶来想讲等无车的时阵，通好伊通好捌裤通好载坏老人转去这个时阵呢，像一个差不多70外岁，我印象应该70外岁至80岁一个老阿伯伊怎安尼摕着一支迄个拐杖啦拐摕着一支拐安尼对我边安尼吐咧，豆豆吐过啦我心内才咧想这阿伯安尼吐咧敢会拄好吐到教会车后壁咱这个兄弟无注意，全直接捌裤，我敢若安尼咧想尔结果无真正讲，等伊吐到教会车辆后壁的时阵迄阵拄好拢无车咱这个兄弟全看讲因为咧正后壁，所以伊目睭嘛看无讲后壁有啥物物件，所以伊用足紧的速度全安尼马上捌裤落去安尼哇！我看到车安尼捌裤全对即个老大人安尼来交过安尼全紧落车，全赶紧过来啦，挡掉讲唔通唔通驶结果我来动落来的时阵伊已经去后链交过了，伊已经咧整练下骹咯安尼讲起来已经发生车祸咧并且迄个技术所看到迄个老大人即马已经到伫即个教会车的链仔下骹并且车顶嘛拢坐满即个要被接送的即个士大人咧是哇面对即款情形安尼要怎处理呢这足奇妙的呢咱迄台车辆迄较早迄德利卡迄一台几啊吨呢我看可能若几啊吨是搁咱内底坐咱迄是9人座的9人座的咱每一个老人拢是拢体能拢足重的拢足有肉的所以加起来嘛差不多要1吨，所以遐尼重的车呢向即个老大人安尼来交过哇！我想讲即声真正不妙咯结果我全走去紧叫这兄弟紧落来，我全把这个老先生来插起来插起来了后尾啦插来教会内面找一个椅仔互坐安尼，结果这个老大人你安尼阮插咧安尼哪行，伊讲足奇妙的啦！伊讲恁这教会有神呢，恁这教会做灵社的呢。是安怎会安尼？伊颠倒佫会当讲话并且无着伤佫讲咱教会有真正有神这是到底是啥物原因呢？我嘛是真正傻无我全就我明仔等下才讲，阮先搭插来教会内面，摕一个椅仔互伊坐好了，讲好到底你是安那会安尼讲呢？伊讲他拄我安尼伫车后壁，伊安尼车搭交过的时阵你后壁链安尼交过的时阵伊发现讲敢若有物件浮起来，安尼对伊身躯飞过安尼啦，所以伊完全拢无去交着安尼。所以伊感觉到讲，虽然车这尔重，头顶佫坐着人，但是该交过的时阵，伊感觉拢无啥物特别的感受就对啊。所以讲，阮心内嘛感觉讲，哪会遮尔奇怪的代志？哪有
敢若袂输敢若咧讲网啦。哦，啊，阮咧来讲的时阵，伊佫一直强调讲，恁即个教会真正有神啦。哦，结果哪讲的时阵吼，伊怎我嘛是无放心，讲想要送伊去病院，哦，去检查。做一下检查者吼，到底有着伤无着伤，伤无外伤嘛，想讲看有内伤无啊？是啊，啊，但是即个老先生坚持不爱呢。哦，伊坚持讲免去病院就对啊，因为真深刻的即个体会，伊感觉车经过伊的身躯顶的时阵，敢若有人甲这车甲夹起来，甲卷起来安尼，吼，啊，轻轻啊，为伊的身躯头顶安尼安尼顺过去安尼尔吼，所以伊全身躯拢无着伤，拢无。啊，结果吼，阮坚持要来送去病院，结果伊怎将伊的正骹安尼，迄个西装裤的正骹吼，怎来扭起来？甲裤头扭起来，后来扭起来吼，结果阮才知影讲，伊的正骹是一个义肢啦。哦，是一个义肢，嘿，啊，这义肢有着伤无？拢无。伊安尼检查，义肢嘛无着伤。伊安尼检查讲，我义肢嘛无着伤啊，我身躯嘛拢无着伤啊，啊我嘛拢无安怎啊，啊我毋免去病院啦安尼。啊，当时阵恁也是到过伊的腰，啊是到过伊的骹，啊是到过伊的腹肚。迄个时阵动作伤紧啊，嘛无法度看清楚，应该是规个人拢到过啦。啊，所以有水耶稣的保守，毋管是到着对，其实拢水耶稣拢甲伊化解去啊啦，吼，拢无问题去啊啦，吼。是。所以包括伊的正骹是一个义肢，互恁看嘛，感觉讲啊嘛人无安怎啊，吼啊，所以坚持到无爱互恁送病院就对啊。对。啊，感谢主吼，啊，即个代志吼，其实互阮咧教会做服侍的兄弟姊妹吼，拢有诚大的安慰啦。吼，因为阮咱拢常常咧讲教会有神，教会有神。啊，因拢讲啊，恁信耶稣的人甲伊讲有神啊。但是吼，这是对无信主的人喙内所讲出来哦。哦，伊真正是有体验。所以对这个毋是教会的人所讲出来这个见证，互咱感觉佫愈更加的深刻。或者会感觉讲啊，恁就是因为拢信耶稣啊，所以恁较容易体会到主耶稣的恩典啊。但是这个老大人经过咱教的时阵，拄着这个意外，伊嘛亲身感受到并且亲嘴来做见证，讲啊，恁教会真正有神。啊，若无的话，伊安尼教落去，半条命都无去啊，然后可能佫安尼真平安呢。所以这拢是神真奇妙的恩典，嘛，互咱知影讲。对这个未信主的人的口中亲自讲出来，互咱真正所教会有神的同在，这是确实的一项代志，所以对这过程内面嘛，互咱看到神奇妙这个同在甲恩典啊。所以他拄仔戏团嘛讲到腓立比书的4章第7节，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的确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咱的这个心怀意念嘛，所以戏团嘛，直接要向咱空中的听众朋友来解说为什么教会会安排人来在这的行动无方便的这个时段来聚会，搁送因转去呢？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团体，因为主耶稣爱阮听阮。所以阮就爱伫兄弟姊妹当中来实行这个彼此相听的这个精神伫这个过程当中嘛，互咱会当来了解，这个时代，这个老大人，伊想要来聚会，当因无度来聚会的时阵，教会的总务负责人，职务会，因就会安排，请这个兄弟姊妹，有时间的兄弟姊妹当来接送，所以。咱讲起来就是少年的有这个开车会开车来服侍这年长的行动较无方便的，这嘛是合乎圣经的这个真理所以伫这个美好的这个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嘛，互咱知影讲哇，主耶稣的这恩典实在有拢真正有够难用啦所以这段咱请即事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感谢主这段。参像差拄仔戏团所讲的，互阮咧教会咧服侍的兄弟姊妹得到诚大的安慰，因为即个事件互阮的信心更加成长。第二嘛因为安尼互教会会当省一笔诚大的即个医药费呢，所以万一阮若得到死伊厝内人反正狮子大开口的，人毋知要来讨偌济钱啊！我惊跟棺材来抗议，迄就不得了。若是讲
着重伤，伊本来就已经足老的啊，毋知要人陪偌济，所以神就安尼，互恁安尼规扛起来，怎对伊身躯怎安尼背过安尼互伊有即个体验。后来伊敢来讨几千箍啊尔。伊讲伊要挂号，你摕2000箍互我，阮后来真正摕几千箍互伊，佮伊写一个和解书，了讲几千箍互伊了，伊以后都拢无过来找阮啦。后来阮要去传福音但是伊是信佛的啦，伊就讲恁耶稣做灵是还做好的，但是阮信佛嘛做好的所以伊嘛无愿意来信耶稣，所以我嘛感觉真可惜安尼。是，所以听是即次的即个见证互咱知影讲，哇，那互咱教会真正是免了真了大的即个重担并且嘛做信仰的人得到真大的即个信心所以厝边隔壁大家好，咱空中的即个听众朋友，咱听了即个见证咱嘛知影讲虚心的人有福咯，咱若愿意虚心咱若愿意有即个谦卑的心来接受即个恩典是做福气的即嘛就由戏团来带领咱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做伙来向天顶的真神主耶稣来献上咱的祈祷请咱做伙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阿罗你透过你仆人的这个见证，互阮搁一摆体会到主你奇妙的这作为甲同在，就亲像圣意之书所见证的这个过程。伫这个高速公路头顶所发生的这项代志，互咱知影讲哇，主耶稣你的作为实在太奇妙了。伫这领高速的这过程当中，太也崩去，竟然无冰车，无来偏离伊的车道，佫会当平安顺时开完了后壁1/4的路程，平安对台中倒等来到三重埔，这拢是主你美好的见证。嘛，伫伊做兵的过程当中，互咱知影，主耶稣你拢有美妙的即个恩典甲阮同在。后来佫透过咱伫教会门口所发生的即个新正的奇事，对未信主的人口中来见证出来，更加坚定。主耶稣你甲咱真耶稣教会是同在的，并且互阮做信仰的人，佫在互阮的信心会更较坚固。并且拢有主你奇妙的这个恩典，所以阮搁再一摆来恳求主耶稣，求你亲自圣灵运行，来感动咱空中的这每一位听众朋友，互主耶稣你的福音、你的道理、你的这个宽饼，会当进入到因的心中，来感动因众人，会当就近来到咱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领受这个全备的福音。并且会当来带领因做伙来到行这条得救的道啦，将来会当做伙到天国去，甲主耶稣享受这美好的这个恩典。主啊，阮伫这个节目要完成进前，安尼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你垂听愿纳，愿一切荣耀颂赞拢归到主耶稣你的圣尊名，愿平安喜乐福气归乎伫地面上你所喜爱的人，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伫遮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无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
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赐去予你，赐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